嘅第4去到第5名之前啦，我哋首先睇一睇得獎者片段先。Repeat。我認為成功嘅要訣就係要團隊做得開心，做得投入。當大家全力以赴，自然可以一關接一關，一齊再創高峰。每次挑戰我都當係一場比賽，除咗賽果，致力追求超越自我；除咗攻守兼備，仲要不斷提升自己，以最佳狀態服務客戶。無論咩背景出身，只要個人心態夠穩，馬步紮實，加上團隊支持，人人都可以升級 level up。我哋 CL Synergy 團隊由一班高學歷、有魄力嘅精英組成，人人都獨當一面，又發揮到協同效應。我哋嘅全面培訓令大家發揮所長 ，work hard 同時 play hard， 以專業贏取客戶信任。今日呢份成就 ，CL Synergy 每個人都。總監第4至第5名出場，歡迎晒兩位，亦都唔該晒 Elder 同埋演員終於上台頒獎。我哋率先頒發最傑出區域總監第5名，嚟自於 CL Synergy 嘅資深區域總監 Cynthia Chan 代表領獎。恭喜晒 Cynthia！ Cynthia 多年嚟啦，成績卓越啦，完成1次 TOT、10次 COT、18次 MDRT。而喺2025年啦 ，CL Synergy 區域啦喺 Cynthia 帶領底下啦，誕生咗3位嘅 TOT、17位 COT 以及46位 MDRT， 成績超卓啊！恭喜晒 Cynthia 喺呢個團隊啦，同埋發展區域上咧都係不遺餘力㗎。我哋望望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影張合照先，恭喜晒獲得今日嘅殊榮。